今日我會教你哋 AI 時代點樣由零開始學 SEO， 搶佔5兆次嘅 Google 搜尋流量。SEO 舊嗰套已經死咗，如果你仲係想簡單揾粒 keyword 寫篇文就想排第一同有流量，你只會喺度浪費時間，甚至有機會等被 Google 封殺。但係只要你用一個關鍵心法， AI 就唔會係你對手，反而變成你最強嘅流量助手。由2009年到依家，我從未見過咁好嘅機會。由2009年開始，我哋幫唔同網站喺 Google 帶咗幾百萬流量俾客戶。但係喺呢17年入邊，今年年頭係我第一次懷疑人生。以前做 SEO 好簡單，揾 keyword、優化、揾 link， 流量就自然嚟。但係2025年呢套機械式玩法已經死咗。點解？因為 AI 出現咗，依家 Google 充斥住大量 cheap 到極嘅 AI 垃圾內容，搞到 Google 瘋狂出手封殺，好多原本好地地嘅網站一夜之間被清零。但係記住 ，SEO 未死 ，Google 每年仲有5兆次搜尋，係 ChatGPT 嘅100倍，只係規矩變咗。如果你唔跟住進化，你只會白費心機。如果我由零開始，第一步我會先學好 SEO 基本功。雖然 AI 好勁，但搜尋引擎嘅底層邏輯係冇變到。你要明白，人依然係用 keyword 去揾佢想睇嘅內容。Google 依然要 crawl index 去理解你嘅內容，仲有 backlink 反向連結。到今日依然係判斷權威性嘅重要指標。如果你連呢啲基本嘢都唔識，就想靠 AI 一鍵生成 SEO 內容，你同自殺冇分別。你要先學識點樣贏，你先可以教 AI 幫你贏。首先要放棄機械寫作，轉向用家。依家你要為人而寫內容，但呢個人係似人嘅 Googly。以前嘅人寫文係為咗俾演算法睇，依家你要寫得真係以吸引人睇嘅內容，而且真係要有圖有文。如果你想排點樣開 YouTube 頻道呢個字，唔好一嚟就瘋狂塞 keyword 入篇文度，你反而要佢個讀者係咪新手，佢係咪要買器材嘅建議，佢係想賺錢定係純為興趣。當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個用家想點，你唔單止排名會高，你仲可以留住個讀者，將佢變做你嘅客人。喺 AI 時代，有用係唯一唔會被取代嘅競爭力。其實 AI 係助手，唔係替代你。你要識得點樣同 AI 協作。好多人問，有咗 AI 係咪唔使學 SEO？ 其實有 AI 反而係更需要學 SEO。AI 寫嘅係快，但係俾出嚟佢哋好唔好，全憑你嘅指令。一個完全唔識 SEO 嘅人，佢叫 AI 寫篇文。出咗嚟，佢只會係平平無奇嘅廢話。但如果你係高手，你會先自己做 keyword research， 分析搜尋意圖，然後叫 AI 根據呢個需求幫我寫一個比對表，寫一個引人入勝嘅開頭。你要做 AI 嘅 operator。我之前試過配合 SEO 知識用 ChatGPT， 1個月內有多組關鍵字係排到 Google 第一。AI 係用嚟幫你執行策略，而唔係由佢決定策略。最後一點，分散風險，多元化 SEO， 唔好將雞蛋放晒喺一個籃入邊，唔好將雞蛋放晒喺 Google 個籃入邊。Google 流量係好多好爽，但佢一改演算法，你隨時一晚變零。所以我建議大家學會分散投資。SEO 技巧係通用㗎。當你學識點揾關鍵字同理解用家心態，你可以將套 logic 搬去 YouTube、TikTok、Reddit， 甚至 eBay。只要有個 search bar 嘅地方，就需要 SEO。當你掌握咗呢套底層邏輯，你睇邊個平台都會係贏家。總結返，2025年嘅 SEO 係一場關於價值嘅競爭。打好基本功，利用 AI 提升效率，真心為用家解決問題。呢3樣就係你嘅不敗之法。SEO 嘅核心從來冇變過，就係將最好嘅資訊帶俾真正有需要嘅人。如果你想認真學 ，description 有我哋嘅免費課程連結。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幫到你，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留言話我知你係驚 AI 定係想用 AI 賺流量。多謝大家收睇，記得去 description 睇下我哋嘅免費資訊啦。我哋下次見。